你係咪試過？明明琴日先至辛辛苦苦踎喺地下刷咗成粒鐘個廁所，點知過咗2、3日，啲黑麻麻一撻撻嘅霉斑又好似冤魂不散咁，喺啲瓷磚罅、洗手盤邊嘅玻璃膠度重新浮返出嚟。嗰種挫敗感真係好鬼死灰，直頭想拆咗個浴室佢重新裝修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我已經用咗最貴嘅洗潔精、最強力嘅鋼絲刷，啲霉都係越刷越多？其實我話你聽，如果你仲係第一步就攞個刷去埋佢，你已經犯咗一個90%嘅人都會犯嘅致命錯誤。今日呢條片我會將我研究咗咁多年，試過無數種方法之後總結出嚟嘅除霉斷根大法，傾囊相授。呢招唔單止可以幫你將啲腦筋霉菌連根拔起，最緊要係完全唔傷肺，唔使吸埋啲化學毒氣。如果你都想個浴室回復好似啱啱入伙嗰陣咁白雪雪，咁你一定要聽落去，因為呢啲資訊真係後悔太晚知道。講到浴室霉菌，香港呢種濕熱到爆嘅天氣，簡直就係佢哋嘅天堂。你要知道，香港嘅濕度喐下就係80、90%，有時春天直頭去到100%，牆身都滲晒水。喺呢種環境之下，你個浴室只要有少少做夠皮屑，再加埋沖涼之後嗰種暖烘烘嘅餘溫，啲霉菌真係生得快過你人工加幅。好多人一見到黑點，反射動作就係攞支清潔劑噴2噴，然後攞個刷出力刷。喂，停手啊！你知唔知你咁樣做緊乜？你係幫緊啲霉菌散播種子啊！霉菌係靠孢子繁殖嘅，當你用力刷嗰陣，你其實係將啲孢子彈到周圍都係，空氣中、天花板，甚至係你嘅毛巾度。呢啲孢子細到你睇唔到，但佢哋會到新嘅地方落腳。所以點解你越刷越霉？就係因為你親手幫佢哋開枝散葉，而且最慘嘅係你刷走嘅只係表面嗰層花，霉菌真正犀利嘅地方係佢哋嘅菌絲，即係所謂嘅根。呢啲根係會轉入去瓷磚罅嘅石灰位，或者係玻璃膠嘅深層。你表面刷得幾乾淨都好，只要個根仲喺度，2日之後佢又會春風吹又生。好多人會話，咁我用漂白水咯。係，漂白水係可以殺霉，但係如果你用法唔啱，你未殺死啲霉，你自己就已經先中毒。漂白水嗰種濃烈嘅味，其實係氯氣，對肺部嘅傷害係好大嘅。尤其係如果你仲加埋其他酸性清潔劑，會產生化學反應，釋放出劇毒氯氣。我以前有個朋友就係因為喺個密不透風嘅細廁所度，用大量漂白水刷牆，搞到呼吸困難要入醫院。所以除霉一定要講策略，唔可以盲衝直撞。咁到底點樣先可以斷根呢？我呢個方法核心只有2個字：滲透。首先，你第一步絕對唔係去刷，亦都唔係去淋水，你要喺個表面係乾嘅情況下處理。好多人洗完熱水涼，見到啲霉心喐喐，想清，呢個時候瓷磚表面係濕嘅，你噴乜落去都會被稀釋咗，效果減半。你要等個浴室乾晒，或者用乾布抹乾嗰啲霉位。跟住我哋要準備嘅神兵利器，唔係咩幾百蚊嘅日本進口噴霧，而係最平凡不過嘅漂白水。但用法係重點，你要準備一啲平時用剩嘅廚房紙或者棉花球，將啲廚房紙剪成一條條，長度啱啱好覆蓋到瓷磚罅或者玻璃膠，然後將漂白水倒喺個細杯度，用廚房紙吸飽漂白水，再好似敷 mask 咁，將佢哋貼喺有霉嘅地方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漂白水係液體，如果你直接噴落牆，佢會流走，接觸時間唔夠，根本殺唔到深層嘅根。你用廚房紙敷住佢，可以鎖住水分，等漂白水有足夠嘅時間，慢慢滲透入去石灰罅或者玻璃膠嘅內部。呢個過程需要時間，唔係3-5分鐘就得。如果係普通霉斑，敷30分鐘到1粒鐘就夠。但如果係嗰種陳年黑到發亮嘅老霉，我建議你敷足1個夜晚。第2日你返去揭開啲廚房紙，你會驚訝到下巴都跌埋出嚟。原本黑麻麻嘅位，竟然變反雪白，完全唔使你出力刷。呢個就係利用時間嚟代替勞力。不過我知道好多人好怕漂白水陣味，如果你想更安全、更唔傷肺，
其實仲有一個升級版嘅做法，就係用除霉啫喱。而家市面上好多除霉啫喱，佢嘅原理同我教你敷廚房紙一樣，都係為咗延長接觸時間，而且啫喱狀唔會流走。最緊要係好多高質量嘅啫喱係冇乜味嘅，唔會搞到成間屋都係嗰種刺鼻嘅氯氣味。如果你預算多少少，買支除霉啫喱，直接搽落去，等幾個鐘，清水一沖就搞掂，連廚房紙都唔使剪，簡直係懶人福音。講完點樣清，我哋一定要講點樣預防。如果你唔改掉啲壞習慣，就算你清得幾乾淨，3個月後又會變返原狀。首先你要明白，霉菌最中意嘅係濕同暖。好多香港人沖完涼個廁所又濕又焗，然後就咁熄燈關門。呢個動作簡直係同霉菌講，快啲生啦！我教你3招預防大法。第一招，刮水。去買把幾十蚊嘅玻璃刮，每次沖完涼，花30秒時間，將牆身同玻璃門上嘅水珠刮走，水少咗，濕度就跌得快。第二招，抽氣扇唔好即刻熄，沖完涼之後，抽氣扇起碼要繼續開住30分鐘到1個鐘。如果你屋企有窗口位，最好開少少罅位，等空氣有對流。如果你屋企係用浴室寶嘅，記得開乾燥功能，而唔係單純嘅抽氣。第三招，定期噴稀釋酒精。你可以準備一噴壺，75%嘅藥用酒精，每個禮拜喺啲容易生霉嘅角落噴2噴。酒精可以殺滅微小嘅孢子，防患於未然，而且酒精揮發快，唔會留低氣味。仲有一點好多人會忽視，就係浴室裏面嘅小物。你個浴簾係咪用咗2-3年都冇洗過？浴簾底部最容易積聚造垢，變到黃黃黑黑咁。嗰度其實係霉菌嘅大本營，浴簾其實係可以掉入洗衣機洗嘅，加少少漂白水，洗完好似新嘅一樣。仲有你擺沐浴露、洗頭水嗰個架底層最容易積水，呢啲位一定要定期清，否則你擦牆擦得幾乾淨都冇用，霉菌會從呢啲盲點重新蔓延。我以前住過一間好舊嘅唐樓，嗰個浴室簡直係霉菌博物館，天花板都黑晒。當時我仲未識呢啲方法，每日就係攞住個刷，戴住個口罩，同啲霉菌死過。結果呢，搞到自己氣管敏感，咳咗成個月，啲霉仲係喺度。後來我學識咗呢招政治滲透法，我先發現原來清潔唔係要用蠻力，而係要用腦袋。當我第一次見到敷咗1晚漂白水紙巾嘅玻璃膠變返白色嗰陣，嗰種震撼，我到而家都記得。其實好多生活上嘅煩惱都係因為我哋用錯咗方法，就好似減肥咁，你死做爛做，但係唔控制飲食，效果一定唔理想。清潔浴室都一樣，你死刷爛刷，但係唔殺根，只係治標唔治本。我希望今日分享呢套方法，可以幫到各位喺屋企深受霉菌困擾嘅朋友，唔好再做嗰90%做錯第一步嘅人啦。試下我呢招，你一定會覺得相見恨晚。如果你試過呢個方法覺得有效，或者你有更加犀利嘅除霉秘方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我哋雖然只係處理緊少少嘅浴室霉斑，但其實整理好自己嘅居住環境，心情都會變好啲，生活質量就係咁樣一點一滴提升返嚟嘅。生活雖然忙碌，但對自己好啲，由一個乾淨嘅浴室開始。最後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，無論你係用漂白水敷紙巾，定係用除霉啫喱，都要保持通風。雖然我話呢招唔傷肺，係因為我哋減少咗用力擦嗰陣產生嘅氣溶膠同孢子飛揚，但化學品始終有氣味，開住抽氣扇，開住窗係基本常識。同埋，如果你係處理緊天花板嘅霉菌，一定要戴護目鏡。我試過有一次，一滴漂白水滴落我眼角，嗰種痛法，我真係唔想大家經歷。安全第一，清潔第二。講咗咁耐，其實除霉最重要嘅係恆心，你唔可以指望一次大掃除就一勞永逸。就好似我哋每日要刷牙咁，浴室嘅保養都係一種日常。當你養成咗沖完涼刮刮水，每個禮拜巡視下啲罅隙嘅習慣，你會發現原來維持一個5星級酒店咁乾淨嘅浴室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大家記住唔好再盲目咁刷啦，用啱方法，除霉斷根
其實好簡單，快啲去準備你嘅漂白水同廚房紙，今晚就幫你個浴室做反牆美白 mask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